母音就是韵母，它有分两种，一种叫做开尾韵母，一种叫做闭尾韵母。开尾韵母就是讲话的时候，声音从嘴巴送出去。基本母音、笔画母音、喉舌音、喉舌鼻音，这四种都叫做开尾韵母。母音有分两种，开尾韵母甲闭尾韵母。开尾韵母就是讲话时阵，声音对喙孔送出去。基本母音、片化母音、喉塞音、喉塞片音，这四种拢叫做开尾韵母。基本母音有16音，啊、A、E、O、U、I、呀、哇、喂、嗷、腰、歪、腰、way、u，16音。基本母音是母音的基本，后壁的片化母音、喉塞音、喉塞片音，拢总是对基本母音变化来的。